春节除了家人团聚外，大多利用难得的假期到户外走走。许多民众更是将庙宇进香参拜祈福列为过年新春重要行程。而台南是众神之都，更是过年新春最佳去处。不论是求财富、求运势、求仕途，还是求爱情，都趁着新春赶紧拜起来吧！台南市我们都说它庙宇非常的多哈，那其实各种不同的神祇也很多。现在的庙宇的形式，其实尤其有一些它的量体比较大的庙，也许里面各种神明都有哈。那么有很多机会到里面去祈求一下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过年这一天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以前小时候印象很深刻，除夕那一天，除夕咱台语叫做李高梅。李高梅迄个主席的时阵，红包摕了啊，心内真欢喜。但是呢，妈妈会甲你讲，来，紧来，来早点停的啊，要来拜拜啊，要去倒位啊？去倒位拜？拜天公啊，去天公庙。迄阵呢，当时咱就是我住伫附近阮就会来天坛遮拜拜。来天坛遮，囡仔看到迄闹热闹，哇，心情足欢喜但是嘛足紧张的是安那，内面规拢人啊，香烟路风啊，安尼真正是。迄个目屎一直滴这咱天坛遮每年的咱二九暝的时阵，一定做闹热的甚至讲有机会咱看到讲咱来遮参拜的信众，排队排到外口，排到公路这边，排到中义路这边闹热气场相传这个地方以前在明郑时期在郑成功的时代，是郑成功拜玉皇上帝的地方但是当时其实。一般民间都会这么说啦就是祭天是皇帝的事情但是因为郑家还是奉明正朔嘛，所以不是在这边用祭天的形式做一个祭坛而是在这边拜天公所以这个空旷的所在伫遮拜天公所以讲遮古早迄个时阵听讲叫做天公殿然后一直到咱咸丰4年的时阵，进入清朝的时阵，靠伫这个所在由迄个。官方甲民间合资来伫遮起一间庙当时就是叫做天公庙。香火鼎盛的天坛天公庙建于1854年，现今样貌虽然已是多次改建增建后的模样，但是庙内依然保有许多珍贵的古迹文物，像是山川门、侧门的抱骨石，还有清代石狮，艺术和历史价值都有相当高的评价。天坛跟其他的庙宇一样，里面也有非常多精美的作品。那我们这边有新传奖匠师施弘毅先生的石雕，后面这个就是他的非常精美的作品。然后呢，就住在附近忠义路上，过去府城十字大街的上横街的潘春元、潘丽水、潘月雄他们一家3代的作品。在这边都看得到，像各位请看这边，这个就是潘春元的画稿做的石雕。然后我们在上面这边这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雷金画那个是潘月雄先生的作品。那我们在庙宇里面还可以看到潘丽水先生的作品所以呢，在同样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潘家一家3代的作品都可以欣赏得到。另外庙门也十分特别，不同于一般庙门是彩绘门神，因为祖祀玉皇大帝，为彰显玉皇大帝神格，天坛的庙门门板是以门钉取代门神。为彰显具有帝王地位，正殿前配置的菊身为清代石刻，也称为龙阶，中间龙纹为主，四周雕饰着琴棋书画，有吉祥之意。进入正殿参拜，发现天坛主祀玉皇大帝与其他庙宇最大的不同，就是无神像，只有圣位。我们在一般的道教的庙宇里面，我们拜玉皇上帝的话，其实也会有机会看到有玉皇上帝的神尊，或者是像我们台南市的开基玉皇宫，它是有玉皇太子那我们这边它的形式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玉皇上帝是道教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以它是没有形象的哦。所以我们正殿的玉皇上帝只有用他的玉皇上帝圣位，而没有制作他的就是神尊哦。然后它的在上面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小小的字体很特别的牌子，上面写了2个字如在啊。哦，那有人会说看到神位就如同我在你的身边一样。天坛内的龙柱也是必看的重点，庙内龙柱多达5对，年代从清代至今都有，都相当具有历史价值。像是正殿的龙柱完成于清同治年间，8仙献瑞和里耀龙门的图案雕工十分的精细。前殿龙柱是清咸丰年间的作品，神韵逼人，简单朴实。而后殿龙柱是清咸丰年间所刻，瘦长的柱身平贴在柱面上的龙头，加上龙须伸展的弧度，具有艺术之美。除此之外，庙内也还保留许多历史悠久的匾额。哦，台南市的庙宇哦，那个匾额非常的多啊，各路人马、地方人物哦、地方士绅、官员，甚至到总统、哦、皇帝哦，提振的匾额非常的多。哦，那通常匾额4个字的最多，3个字、2个字的很少了，1个字的就更少了。哦，那我们天坛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大家特别注目的一字匾哦，也是进来的时候大家必要欣赏一下的。哦，那中间只有写画一个一而已。然后呢，我们本地的市民都会说，代表什么意思呢？千胜万胜，但天一位啊。哦，就是说呢，但你机关算尽啊，都逃不过玉皇上帝的手掌心啊。哦，绝对不可以心存侥幸哦。哦，那做坏事哦。哦，那其实这个一字匾的外面有一圈，是劝世文，它是劝大家不要为恶哦。哦，那其实我觉得外面那一圈文字也是非常的酷的。哦，也许我也可以念一段给大家听哦。世人枉费用心机，天理昭彰并不可欺，人理通盘拢拍算，有疑阳贵总难移。金龟善报无相欺，金龟恶报随班移。哦，这个念起来苍劲有力哈。其实，尤其用闽南语来讲，觉得好像似乎更能够直接打进你的脑袋里面。一定要记得哦，不可以心存侥幸哦。所以来到3级古迹天坛，除了拜拜祈福之外，都非常值得花时间一一欣赏庙内文物哦。各位的乡亲，还有大德先生，台湾锁庙天坛在这过年期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在新年期间，台湾锁庙天坛有办了一些的活动。首先最重要就是农历的29号除夕那一天，我们会安排很多的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乡亲会来这边守岁，那我们会发财金，还有开运红包来就我们的乡亲朋友。那再来就是在过年期间，我们也是安排了，就是我们的乡亲能够过一个平安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年。那也希望祝福我们的乡亲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新年的期间，我们也举办了一些的消灾法会。那我们配合消灾法会，我们也办了一些的，就是点灯的仪式。如果我们的乡亲朋友如果需要点灯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好像我们有发财灯，那也有太岁灯，也有平安灯，各种的灯都有。那再来我们的后殿也有一些的视觉，就一般的叫谢干，就来该文，希望新的年度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福气，更有福气。那也希望在这虎年的时候，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在这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刻，我们台湾锁庙天坛也非常注重我们大家的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特地买了一些红外线的测量体温的仪器。那还有就是，如果一些的我们的乡亲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感知测试他的体温还有身体的状况。那再来，我们也是
希望能够当然也要配合政府的措施，我们也有量体温啊，还有口罩啊，我们都依照政府的规定在处理。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我们的乡亲来台湾锁庙天坛来参香，来拜拜。那当来这边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注重，就是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能够注重就是要戴口罩啊，或者各种的疫情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大家来相互的配合。天坛有3多，神祇多，庙会多，香火多。如果想要在新春期间来参拜，建议大家要提早出门哦。今年是虎年，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到4点星际宫，寻找台南市最具人气的虎爷。一到星际宫，就可看见高挂在庙门的凤子4点的牌匾，指字高于凤，象征着承接圣旨之意，也彰显出4点星际宫崇高的地位。我们这个星际宫叫做4点星际宫了哈，是4点庙也就是以前的关庙了哈。这个创建在1647到1683年也就是明朝这个永历年间了哈，明朝永历年间。那我们这个4点星际宫呢，那个主祀的那个主神呢是咱保生大帝保生大帝呢是咱的医神啦哈，是咱的医神哈所以这个头段甲大家讲吼，这个4点星际宫就是咱的官庙这个官庙，我们明正时期有那个变成说那个府藩一个府藩，所以很多那个官兵会到这边来。那官兵到这边来呢他们因为台湾开挖那个比较慢了哈因为很多的瘴疠所以染病了很多，所以就在这边呢设一个4点星际宫由保生大帝来为这些官兵呢来治病。在咱这个北区这个镇别坊的尖山这个尖山这古早啦咱台南有7座的这个小山丘啦7座的小山丘叫做府城七丘那我们这个这个行政宫是伫这个尖山伫这个尖山，所以大家看起来咱这个庙呢会小可较悬点啦讲尖山也不是讲介悬啦当时的海拔7公尺啦7公尺的高度主祀的主神呢是保生大帝保生大帝所以对于那些官兵可以说是帮忙很大了所以那个朝廷因为感念这个对官兵的一个帮助所以呢就赐给这个星际宫为那个官庙叫做4点庙所以那个变成官员他朔望要来莲香，春秋要来祭祭，朔望就是初15啦，初15爱来加拜拜春秋2节爱来加做一个祭拜一个祭拜。行政宫要甲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头拄甲大家讲过咱是一个4点庙是一个官庙官庙必须爱有一个官厅官厅。咱过去台南有几间庙有官厅啦像这个武庙啦这个大天后宫啦这个孔子庙啦延平郡王祠啦甲咱行政宫即马这个官厅呢有留落来剩咱这个行政宫尔，所以等于是我们全台湾唯一有留下来的所以这足达到咱信众来参观啦来参观所以咱这个庙的这个简单的历史差不多就安尼啦4点星际宫主祀保生大帝，作为医神，许多人是来祈求保生大帝保佑身体健康。再加上大道公庙以药签为名，所以在正殿内可以看到4个十分特殊有趣的大理石签筒。保生大帝是一个医神啦是一个医神，所以来这个行政宫这个拜拜的信众大部分是祈求伊身体的迄个健康或者讲身体有小可无拄好啦
会来求大道公的这个药签来求大道公的这个药签咱这个药签足灵验的啦咱即马这个药签拢总有360首360首这个药签经过咱一个中医师做高国清伊是一个中医的医学博士，所有的这360首的药签呢，拢经过伊来甲验证过，所以有出一本册叫做《药签专解药签全解》这一本书啦这一本书所以我们这个药签呢等于这个药方呢，等于是蛮科学的啦，经过中医师的一个认证啦一个认证。正殿内，我们也看到了能招钱咬财的虎爷，只是一般民间庙宇多在神案下供奉虎爷，而兴济宫的虎爷则与众不同，不仅安奉于案桌上，而且造型还十分可爱。好迄个各位观众大家好即马甲大家简单介绍咱士典行济宫的这个虎爷公这个虎爷公呢我们一般呢叫做下段将军啦下段将军，所以恁若去庙林看庙林迄下段将军呢，大概拢迄个服侍伫迄个神道下骹，但是咱即个庙的虎爷无相共，咱即个庙的虎爷互伊有一个即个神道，虽然是较低调但是有一个神道迄个互伊会当大家互大家来迄个做供拜来甲拜所以咱即个虎爷大家看即个足古锥的啦即个虎爷是咱大道公的迄个坐骑即个故事大家应该拢小可有了解啦因为较早即个虎呢去食人嘛即个骨惊伫拿后就即个大道公甲医治迄个大道公因慈嘛甲虎爷讲你若会当解决我就甲你治你即个家己即个拿后的即个物件即个虎爷呢真正有同意安尼有同意安尼所以伊甲医治好了医治好了，伊就跟随咱即个保生大帝做咱保生大帝的迄个坐骑啦坐骑咱即个虎爷啦，咱普通伫咱即个庙内啦第一会当招财进宝所以大家看咱即个虎爷遮有一个一个撇内底有水，内底有迄个银角这叫做钱水做钱水大家来拜拜这若1块，你会当用10块甲换若10块，你会当用50块甲换转去换转去做你迄个投资的一个母金一个母金另外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讲咱行济宫的这个虎爷，普通的这个虎爷啦拢用迄个青鸡卵、青猪肉这个青的物件来祭拜来祭拜咱这个行济宫原来有安尼伫甲祭拜，但是和别个庙无共的所在，咱这个虎爷公特别爱食炸鸡爱食炸鸡所以每当6月初6啦咱这个虎爷生的时阵足侪迄个信众啦拢准备足侪的炸鸡来伫祭拜咱的虎爷啦所以咱这个行济宫咱这个虎爷公这个祭拜的方式跟其他的庙宇呢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年呢打算呢会办一个小虎爷回娘家，百虎百福啦百虎百福这个小虎爷回娘家是安怎会办这个小虎爷回娘家呢？因为咱今年是虎年，咱为迄个民国100年的时阵，咱庙内因为这个咱虎爷公足受人欢迎，所以咱就雕刻迄个迷你型的这个虎爷差不多50块的大小迄个宽度尔啦迄个宽度每当伫这个虎爷生6月初6的时阵互咱信众来跋杯若跋有杯，就会当甲迎请转去厝里甲迄个供奉啦回家祭拜咱这个小虎爷回娘家这个活动就是讲咱事先你都有挂着的这小虎爷事先来报名来报名了，咱这个欢欢喜喜当来咱后家厝咱风风光光互转去所以咱会
做一个纯金的剑架，纯金的剑架，互咱这个小妇的穿伫个身躯边，互咱这信众迎请回去，风风光光回去因厝。当然，来到星济宫祈求保生大帝保健康、求虎爷添财运外，身为山级古迹的星济宫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有许多值得细细观赏的建筑及文物特色。首先是装饰华丽的屋脊上的福禄寿三仙、龙凤等建年装饰，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石狮雄踞大门，公狮脚踏彩球，母狮逐伏幼狮，一个雄壮威武，一个温柔情深，为道光年间所雕造。而且石狮嘴里还会有信徒放置的小糕点，相当有趣。而精致的石雕最为吸引人，一柱单龙式的龙柱是同治年间的作品，最大的特色是龙爪分别掌握着宝剑、芭蕉扇等8宝法器。柱底龙动活跃的鲤鱼自坡道中跳起，成为鲤鱼跃龙门的景象。另外呢，我们那个屋檐呢有那个那个拱幡压庙角，拱幡压庙角。这个拱幡就是以前那个我们建筑的时候，因为我们受到那个荷兰人的那个压迫嘛敢怒不敢言所以我们建筑的时候就把那个荷兰人大概看迄和咱今嘛。我们台湾东方人不太一样就把那个形象呢，把它雕在那边，永远扛着那个庙架叫做拱幡压庙角啦咱入这个庙内咱会当看到的非常珍贵的，就是咱这个门神咱这个门神咱这两座的门神呢是迄个陈寿仪大师呢他做的，大概看咱这个门神是立体的。用那个描金呢，那个把它像那个挤牙膏一样慢慢挤，把它雕塑出来的，跟平常那个庙门呢不太一样这个不太一样以前那个别的庙门呢大概就是平面的啦咱这里注意个看，这里是立体边咱有迄个36观众这个36观众呢。也是陈寿仪大师的作品啦咱后边写原来有迄个36位，伫咱后殿36位的迄个观众观众迄拢迄个陈寿仪大师的留下来的非常珍贵的艺术品。由于4点星济宫已有超过350年的历史，再加上关庙的崇高地位，所以庙内也挂满着年代久远的匾额。其中这对清光绪8年台湾知府周茂奇所撰写的对联，记录了当时开山抚番、官民深受疾病所苦，请求医神庇佑，以及朔望缅香、春秋志祭的官方祭典形式，完整记录下4点关庙的由来。参拜完4点星济宫后，强烈建议大家也可到旁边的大观音亭祈福参拜。听说庙内的月下老人也非常灵验哦。新春祈福，除了祈求新的一年家人健康平安外，更有不少人会拜财神爷，祈求财运亨通发大财。只是台南到底有没有财神爷庙呢？其实土地公就是台南的财神爷。因为大多数的台南人是以拜土地公来取代拜财神。位于中西区的六合境大埔福德祠，就是台南最知名的福德正神庙宇之一，也是民众心中的财神庙。土地公大概是分布面积最广的神明了。我们有一句俗语说“蚕桃蚕会土地公”所以呢，其实呢，土地公真的是到处都有，而且每间庙宇都有。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说台南市古迹很多，庙宇很多，还有小吃很多但是呢，有几间特别的庙，就是它独立的，就是一个土地公庙，主神就是土地公那其实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这边有3间土地公庙那土地公我们俗称叫做伯公那我们有三个伯公，有大伯公，有二伯公，有三伯公那大伯公是林和景土地公。土地祠咱家还有一个油行尾
由行尾土地公庙伫这边遮。啊，然后咱这个三八宫就是大埔街，咱这个大埔街福德祠在这个地方。那这个虽然说主城是土地公庙，而且其实庙宇的面积非常的小啦但是我们现场可以看到，哇，香火鼎盛而且现在是非假日呢那而且也不是在一个尖峰的时段那这边的信众非常的多这里香火非常的鼎盛，非常受到附近的市民的爱戴那这个土地公庙叫做大埔街福德祠其实大埔街是一条很古老的街道那我们看这张地图里面这个是嘉庆12年1807年的地图那这张是我们经过就是稍微再给它就是重画过，然后涂上彩色，比较容易阅读那请看这边旁边会有一个小南门然后呢，我们小南门看到这边进来有一条大埔街所以这条大埔街200几栋前就是这条咯，200几栋，都唔捌改过名。大埔街福德祠其实它原来并不是在这个位置那创建的年代呢，可以上溯到乾隆年间的清朝的早期的时代那原来的位置大约是在前面这个延平郡王祠它的右侧民族文物馆那里。那后来经过有几次的变迁，有换过位置，然后现在大约是现在的庙要建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要建新庙嘛，所以呢又把这个神明祭祀在这个延平郡王祠，现在它左侧大约在靠近闪电的位置那个临水夫人妈庙寄放在那里。也因为是原址重建，再加上道路开辟，如今福德祠只剩下本殿与拜亭的部分，而且从外观看起来，建筑构造还有点特别，竟然是斜的。一般土地公庙供奉的福德正神都只有一尊，但连拜亭面积只有20多坪的大埔福德祠，却同时奉祀了3尊土地公。庙里面的土地公也有一个土地公的神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呢，有3尊土地公坐镇在就是正殿上面。然后呢，这3个土地公他的视线看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有看着像我们这两边这尊他是看着他的眼神是向下的那中央这一尊他的眼神是看向中间，那坡边这边右边那一尊他是看着上面那我们会觉得说这边的土地公他是社会阶层上中下都有照顾到的在大埔街福德祠里面有许多大面积的瓷砖彩绘的作品那都是非常精美的那这边这2幅的特别的有我们台南市的像这个竹林七贤台南市的知名的民俗画师蔡草如先生落款的对面这一幅也是对面这一幅也是。不论是否为假日，大埔福德祠的香火都一直非常的鼎盛，无时无刻都有信徒前来参拜。也因为求财特别的灵验，不少银行业或房仲业都会专程来求发财金。如果你也想在来年财运到，不妨带着诚心来祈求土地公庇佑吧。很多庙宇的台南市过年期间呢其实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一定要有的就是呢来大庙行行所以除了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庙宇以外呢，其实像比如说我们过年的以前我小时候过年我们会去鹿耳门天后宫拜一下妈祖，然后前面过一下七星桥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去关帝港拜一下关公的关公是商业之神，好吧过年来求个财吧然后呢也是智慧之神，拜个文昌开智慧啦那然后呢也许我们如果到水仙宫菜市场那边去吃个点心的话边要有名的破醉店嘛来甲行行所以咱伫过年期间咱台南市有足济的庙宇安尼会使趁这个机会4界去行行的互你这个虎年旺旺旺啊